近年室內設計裝修公司增加，但係經濟結構改變為行業帶嚟新嘅變化。室內設計宣傳同銷售經理黃小姐話，公司有超過40年嘅工程經驗，超過20年嘅室內設計經驗。面對經濟環境嘅改變，消費結構轉型，公司業務受到一定嘅影響。最近加入商業入職業務，更好咁服務商業客群，同時加強中小型住宅設計、裝修服務，並加入風水諮詢，增加知名度。我哋公司係軸空間室內設計啦，咁我哋老闆係澳門本地人嚟嘅。主要嘅業務咧，其實係遍及香港啦、澳門啦，同埋橫琴、珠海咁多嘅地方嘅業務內容啦，包括就係入職啦、室內設計啦、裝修啦，有做啲公營或者私營嘅一啲投標項目嘅，包括係純設計投標啦，或者係純施工嘅投標。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話，澳門嘅裝修設計公司越嚟越多，但係新成立嘅公司好多都以設計為主要業務。因為喺澳門要有自己嘅施工團隊並唔容易，而面對內地設計市場嘅激烈競爭，本地優勢成為不可替代嘅競爭力。本地企業能夠實現面對面嘅溝通與交流，呢種即時反應同貼心服務係遠程服務冇辦法比擬嘅，亦都係更能夠感受到設計同施工上嘅細緻關懷同即時調整嘅優勢。我哋過往嘅合作夥伴嚟講咧，包括係日本嘅大型嘅超級市場啊，本地一啲零售嘅海鮮店啊、網紅餐廳啦、教育機構啦，仲有啲寵物中心，都係我哋過往嘅施工項目。咁家庭裝修方面咧，包括一啲複式嘅單位啦、別墅單位啦，又或者係一啲 studio flats 咧，都係有做過嘅。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建議，喺市場競爭激烈同經濟不穩嘅背景下，點樣控制成本並同時提升利潤，成為企業嘅重要課題。建立穩定而且優質嘅供應鏈亦都好關鍵，同材料供應商建立長期合作關係，爭取更優惠嘅價格，能夠有效咁降低原材料成本，進而提高整體利潤率，增強施工團隊嘅培訓同管理，確保工程質量穩健，能夠減少因為返工又或者係維修而帶嚟嘅額外支出。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咧，好多客戶啦，佢哋都希望對於設計啊、裝修上面咧都有更加多嘅小知識啦，所以我哋咧都會同譬如風水師啊，又或者係電器公司啊、設計師一齊開一啲座談會啦、分享會，就會約上嚟公司嗰度啦，咁係小班嘅形式去做分享嘅。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丁紀博士話，目前今期個案主要嘅公開宣傳途徑係社交平台，介紹各類裝修風格同裝修知識，有好多圖片賞心悅目，建議可以提供更多裝修前同裝修之後嘅比較圖片，又或者係短視頻，可以令到有意願裝修嘅潛在客戶更容易心動。商業就要由小往大發展，為外賣店、零售店、超市、餐飲等商業用戶提供裝修設計服務係非常好嘅方向，因為商業用戶嘅預算比一般家庭裝修多，值得投入更多嘅精力開發。